手吗？阿嘎嘎多罗，不要跌倒哈！阿嘎嘎多罗，好。今嘛不忙啊？你说？吉鲁必打鼓。嗨，今嘛不忙啊？你说？拜拜。啊，这边呢？kata ni? 你要说 Itu ni? Itu maro? Kata? Itu ni lo maro? 哎，今嘛不忙啊？你说？jika singgungan hao amalabi itu bisu ansani ira ku 改姓。你吃晚餐是不是会有改姓？好棒的名字哈！jika sing bisu hao。哎，当然做都沙巴一首。来，不要跑掉了。今嘛ku saba nungangan。今嘛ku saba numiso。nungangan nu saba isu。啊，这sama nungangan。saba isu。哇，变！哇，又光了，过来这边先。好，你把情绪打消了。那给你一个。好，景气问你们哦，你们最喜欢的动物？我们用抽签的，你不喜欢都不行哦。来，乐乐来，你先抽签，来，嘎照，嘎照。老师说你先抽。来，嘎照，把带你给你。哦，好，妹妹也要抽，妹妹也要抽哦。我这里的被你看见了，乌曼古拉，曼南古拉，马蒂亚马凡纳爱。我的好，来乌曼古鲁米祖。这个快点讲了吧？哎呀，哇，的贡。马凡纳几呀？马凡纳几开心呢？哇，比哪？啊，乌曼古尼，乌曼古尼，瓦住。嗨。嗨，哎呦，他有讲到一个字哎，住，瓦住，好，几音啊都好，好，几音啊都有，好，那我忙过你呢，好，哇，这是蠕动，嗨，蠕动，kacau umangku numi sukia, umangku maalai numi sunasani, umangku maalai sunasani。老师问你刚刚拿的是什么？对，umaan。啊，manhanku ni，我讲这个贡。umangku ni，hai，tekung，hai umangku ni，开心，umangku ni，哦，瓦住。好，瓦住，这是你们的作业哦。好，我先把这个收起来。好，瓦住不让。你umang kumala itu umang kurang？哦，乌阿样，好，不能用鸡哦，鸡是指的是人哦。好，乌阿样，哎，对，你嘛咕噜咚。啊，你伊娜哈？对。啊，伊娜的是蠕动哈。对。那你手嘛是瓦住。你嘛古米，嘎照，不去嘎照。嘎照你的贡。嘎照，我们安古尼。耳贡，你要讲的是耳贡。贡。好，来看我的模样，耳贡。这一天你要讲几次？告诉我，你要念几次？耳贡一次。不行，你答应我要讲几次？4次，哇，少太多了吧？哈，好，你要記得哦。共，下个礼拜要告訴醒熙，你最喜歡的動物是什麼？我喜歡老鷹。共，因為你抽到共了嘛，哈。你下一次就要告訴我，醒熙共鼓你。好，嗨，喊恩，好，還有瓦住，好，麻煩那你書寫幹嘛？麻煩那你今天寫下來啊，麻煩那好，好來，今天，來，我們念最後一次哦，來，那個感謝。有機會農民說，機會。嘎照，马赫蒂古基盖，你没有讲，你说要讲50次的啊，基盖，嗨，你讲几次了？
3次，来，再讲3次，鸡盖。几盖。你要在这里啊，你要在这里讲你要在啊，镜头里面，快点，你要在这边讲说，在相机前面，对。鸡盖咕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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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要大声讲，鸡盖咕尼。哎呀，超过10次了呢，被我骗了哦。好，那我们的伊娜呢，就把这个今天你们抽到的动物呢要抄下来，为什么呢？要不要会写？要不要会念？要。这样一次呢，考完试之后我们要做什么？句型练习哦，短的词句哦。好。Papinakamu, Cecai, Tusa, Tulu, Sepat, Sesepat kamu hao. 我有枪嘛。 Mapana kisu tu. Tu, misa osi tu. Cecai tamasa mutet, mapana kisu. Mapana kisu misa osi. Yuk, kalau satu guna, kalau satu guna. 6 来，再来一次，大声一点来。哦，你还在吃东西哈。好，然后他相信好棒哦！原来要吃那个波卡洋芋片就很会讲了哈。好。